嘅高陵，曹操高陵，一代梟雄曹操就埋葬喺我身後邊呢度。呢座仿漢代建築嘅博物館，紅黑搭配，就直接起喺曹操墓嘅上邊，高高高。喺陵墓上方呢啲咧，都曾經係起呢座陵墓嘅建築同埋保護設施嚟嘅。咁啊，而家當然不復存在啦。硬嘢開始嚟啦，呢度落去咧就係曹操高陵嘅墓門啦。一級一級咁挖落去先睇到呢個墓門嘅。咁入邊發現到啲咩咧？咁就睇我後邊嘅介紹啦。落去啦，喂，同志們！曹操高陵呢度咧，佢一共有4個副墓室。我哋着到曹操高陵呢個主墓室。當時咧，其實曹操嘅呢個墓呢個棺椁應該就擺喺我哋面前呢個位置。然後咧，當時咧，大家睇上面，呢個係當時啲盜墓賊人嘅盜洞。嗱，呢兩個黑色嘅盜洞係嘛？因為咧洗劫不好，呢個太可惜啦。最後喺邊度發現嘅曹操嘅頭骨咧？竟然就喺我面前呢堆小泥土嘅呢個位置嗰度。我哋啱啱講過咧，曹操呢度咧係俾盜墓賊洗禮咗2次起碼。咁咧其實已經冇咩剩低，連佢棺椁咧都俾人盜走埋。最後喺邊度發現我哋一直講嘅頭蓋骨咧？就喺而家呢度副墓室呢個位置發現咗曹操頭蓋骨。經過考察咧，係一個60歲左右嘅成年男子嘅頭蓋骨嚟嘅。同時咧，由於長期要治療佢嘅頭痛，所以喺啲頭骨嘅某個部分咧係有磨損嘅。敲定呢度係真曹操墓葬2個鐵證，呢度係其中一個。呢度有2塊小牌，上面寫住咧魏武王革虎大刀，另一塊就寫住咧魏武王革虎短矛。咁你話喺呢個魏國嘅都城旁邊，河南呢個地方，魏武王仲有邊個啊？呢個係另外一個係曹操墓嘅一個鐵證，嚿石下邊刻住咧魏武王常用惠降石，都係枕頭嘅。枕頭痛應該核心係用嚟緩解曹操嘅頭痛啊！大家睇下，圓滑發光嘅痕跡就係人類長期使用磨損嘅證明嚟㗎啦。考古專家最終敲定呢度就係真嘅。